福尔摩沙游艇酒店21日伫安平盛大开幕，来自各行各业的贵宾纷纷前来祝贺。伫典礼上嘛看到一位大咖贵宾来到现场，就是咱的副总统赖清德。而这也是赖副总统担任台南市长任内签约的首宗旅馆 BOT 案。该案伫106年签约，并伫市长黄伟哲接棒后，甲市府各局处共同努力之下，如今正式来开幕。请揭台，福尔摩沙游艇酒店盛大开幕。我们这几年来的努力台南市已经不只是台湾的台南，已经是世界的台南。过去台南市是一府二路三梦甲，台南是台湾的台南。但是呢，因为我们有台南市新市科学园区，我们有高铁特定区的绿能智慧园区，所以很多国际的厂商都来。你这个旅馆逆风开幕，这是对的，这是最正确的选择啊！祝台南一臂之力，也祝台湾一臂之力。市长黄伟哲表示，非常感谢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南区分署提供国有地甲市府土地共同合作开发，让基地更加完整，也促成了台南首件饭店 BOT 的美事。非常感谢我们国产署这块土地曾署长在这边。可以看到这块土地，这么好的土地能够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业者合作，能打造一个观光新亮点，从没有产值的地方变成一个新亮点。那最应该感谢我们赖副总统，他慧眼独具看到这个地方。其实说真的，如果地方政府不动作，如果国产署不动作的话，这个地方现在还是变成一个脏乱的地方，变成一个环境的死角。但是现在把它擦亮，变成安平明珠。这237个房间，听说已经满到年底了。游艇酒店董事长谢文祥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台南人，对故乡有一份情感甲热爱，所以予伊想要回馈家乡的情怀更加坚定。我们副总统对我们这间饭店给我们鼓励及期许呢，说这间饭店希望从土里长出来的。这一句话呢，让我们深深的在感去聚焦的一个含义是什么？我们后来团队请了蚯蚓文化刘志伟先生，对安平呢的一个在地文化田野调查做深入的考察，因为有这个深入的田野考察呢，能够给予建筑师、设计师来做发想，也因为这样子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水域就如同呢400人前海洋的故乡，海洋的故乡的时，对1公升到2公升、3公升、4公升到7公升，就是一个肢体浮出来的沙洲，嘛因为迄阵有副总统的时阵，当时对咱的时期待甲玻璃今仔较会当看到的时阵就对啦，咱这个。饭店，这个形体出来，我再次感谢吴总统。在政府甲民间通力合作之下，这个台南第一件饭店 BOT 案，将于伫21日正式甲国人见面，也希望会当为台南观光产业注入新的气象。饭店伫开幕期间，也规划推出各种大房以及餐饮优惠方案，希望会当吸引观光人潮来台南旅游。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